人在日前要来食菱角，台南市官店国手有菱角田，即摆会使采收啊！学生穿这个水鸡装落田体验，并且做菱角的米线，或者学生囡仔拢感觉真新鲜。官店国小的囡仔穿水鸡装伫水田挽菱角，即摆这个季节拄好是挽菱角的好时机。学到怎么裁菱角，怎么做菱角，怎样做才会好吃。在采的时候，那个菱角的角边边是绿的，代表还没有成熟，不可以采。除了挽菱角，囡仔阁做菱角肉圆、甲肉酥、笋干、菱角等等的食材包做伙，培养囡仔对农业的兴趣，嘛熟悉在地文化。你要哪互伊会当去细汉就去看出伊的兴趣，所以这部分其实学校甲农会方面，就是讲希望互囡仔会当早就体验到。官店国小推动食农教育，伫学校打造无同的食农场域，互学生体验农民的辛苦，落实健康的饮食教育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